兄弟平安，感谢主，耶稣给我，耶稣给我，互咱得到新的生命，得到更较丰盛的活命，得到永远的活命。真欢喜，咱听到圣歌队吼，特别伫过活节甲咱做伙学乐吼献诗过活节的主曲互咱用诗歌学乐上帝吼。咱每一人伫教会内底就是咱会当用声音诗歌来学乐主。用祈祷、用侍奉、用真济方面，咱拢是上帝互咱的恩赐来发挥来侍奉上帝，来仰光上帝愿上帝祝福咱的教会，大家照上帝互咱的恩赐来发挥、来侍奉上帝的教会永壮发展福音来传开。教会历上重要的三个节日，就是圣诞节、过活节、甲圣神降临节。圣诞节，耶稣的降生，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拯救人。过活节，耶稣完成伊来到世间的工程，受定。第十字架死，第三日搁活，互信的人得到活命，永远的活命。耶稣搁活了后，40日上天，有一日要搁来审判世界。圣神降临节就是耶稣上天了后的第10日，就是过活节，就是过活节了后的第50日，这就是耶稣所应允，圣神要降临伫恁的身上，所以耶稣上天了后10日，圣神降临伫遐的使徒、信徒的顶面呢，因得到圣神充满大气力。勇敢传福音，本来因是耶稣互人掠去，大家惊甲走无路咧。总是圣神降临，大气力勇健，所以福音传到普天下，教会伫全世界各所在来建立。耶稣搁活的记事记伫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拢有咱今仔日读路加福音的部分。耶稣受犹太教这的领袖的陷害，受罗马政府的审判讲爱钉十字架，伊死第三日搁活，因为耶稣捌讲伊会受苦受死，总是第三日要搁活，所以这罗马兵罗马官府。特别注意，都要好好安来看守这个耶稣的坟墓咱知影撒土界人因无相信人会搁活的代志啦，因为摩西毋捌讲到人搁活的代志，所以因撒土界人就无相信耶稣会搁活。佫有真侪人反对耶稣的人啦，毋信耶稣的人啦，毋信搁活的人真侪所以耶稣若无搁活伫迄个时阵的环境人一定真紧就去找着耶稣的，一定真紧就找着的。所以耶稣的出世就是世界历史、人类历史的这个分水岭。耶稣出世前，人叫做主前，主前叫做 BC，Before Christ，耶稣出世以后，就叫做主后，叫做
有个叫做公园啦吼。主后英语 A 字吼 ，A 字就是拉丁文在主之年吼，伫主的年的意思的缩写吼。有一本日本标杆这本册的作者吼，Rick Warren 牧师吼，伊讲耶稣国活2000年后，今仔日全世界的基督徒有32亿，全球的人口每3个人就有一个基督徒。当然这是包括无论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安尼吼，这拢是信耶稣做主的安尼吼。人口世界人口3个中间就有一个。伊讲基督教会比任何团体搁较大，无有任何的团体会通甲教会相比。所以这是人类历史、世界历史的见证。当咱来看这个圣经内底所记载的见证。耶稣国活40日内底显现互使徒互信伊的人看见。第一大圣就是互莫大粒的玛利亚，甲几个妇女发现耶稣的空的坟墓。约翰20章第1节到18节里遐有讲，7日的头一日天晡光，莫大粒的玛利亚甲几个妇人带所备办的香料、香料去墓地要抹耶稣的遗体。伫马可16章第1节起遐有讲，莫大粒的玛利亚甲雅各的老母玛利亚并撒罗米，即几个妇女。伫路加，咱今仔日读的24章，路加24章第10节有记载过，有一个妇人叫做约阿娜，伊有那也是甲遮的妇女做伙去安尼。所以其中这个莫大粒的玛利亚是上接出现的啦，耶稣捌伫伊的身躯赶出7个鬼来甲医好，互伊清气。一般教会传统认为，伫路加第7章44节有一个妇人伫主的骹前流目屎，甲耶稣拭骹，用头毛甲伊拭落焦。这个妇人就是莫大粒的玛利亚。耶稣甲学生常常去乡舍逐所在传道。这莫大粒的玛利亚甲几个妇女有缘，拢常常做伙去。所以因一定听耶稣的道理真济，也捌真济啊。耶稣受钉十字架的最后有一寡妇人远远伫看，其中嘛是包括莫大粒的玛利亚。所以耶稣的死，伊真伤心。7日的头一日，伊就甲几个妇人带香料、透早来到耶稣的坟墓遐，因互相咧讲，当迄个墓口迄个石头遐大粒，咱哪有法度刷开呢？后来一抬头看，已经有人将迄个大石头割开因就入去，总是无看到耶稣的身体。忽然有2个人穿光影影的衫，就是天使伫因的身边，因非常着惊，拍落安尼面拍落地。迄2个人甲伊讲：“恁安怎伫死人的中间咧找活人啊？伊无伫遮，伊已经过活。”天使甲因讲：“恁就会记得，伊还伫加利利的时，甲恁讲的话，讲啥？耶稣讲，人子一定会受出卖伫罪人的手。因
互因顶14日，第3日佫活。所以遐个妇人人就想起耶稣的话，啊离开梦，啊紧转去，将这个代志来甲11个使徒讲，啊甲其他拢总的人。马可16章第92号记载，耶稣佫活了后，大声对莫大粒的玛利亚显现，互伊通佫去甲遐耶稣的学生信徒去甲因报告。所以上大声知影耶稣佫活，就是莫大粒玛利亚，即个妇人人，所以。伊是热心的妇人人，咱教会常常真侪姊妹真热心的侍奉哦，这是真要紧啦，亲像真要紧的角色啊，亲像莫大粒的玛利亚，耶稣佫活，就是伊大声发见的，后来再来报互遮个学生使徒知影。第二，彼得、约翰。看见耶稣的空坟墓，伫约翰20章伫遐有记载，当莫大粒的玛利亚看到空坟墓，就赶紧转去来报耶稣的学生知，就是报彼得，甲耶稣所听的学生，安尼，耶稣所听的学生就是约翰啦，约翰因听到。就走，两个人就做伙走去坟墓遐。伫遮圣经记载讲，即个耶稣所听迄个学生，就是约翰啦。伊走较紧，先到。先到，总是伊无入去。所以约翰走较紧，表示约翰比彼得较年轻啦，较年轻。伊走较紧，伫咧门口。总是后来彼得嘛走到位啊，走到位。彼得是走到位就入去啊，约翰就缀伊入去，所以即个彼得就是安尼做代志，就是真勇敢、真美吼。约翰就较准则吼，较毋敢遐尼冲安尼吼。因入去了后，看到耶稣。包耶稣的右地步下伫遐，所以彼得入去，约翰嘛缀咧入去，看见耶稣的右地步，约翰就相信啦，因为耶稣捌讲啊，伊要受迫害死，总是伊会过活，所以约翰看到耶稣遐右地步伫遐，约翰就相信。知影耶稣已经过活，所以约翰就是耶稣的学生中间上大声相信耶稣过活的人。第三，耶稣就是向要去以马忤的路上的两个学生来显现。耶稣过活迄日，有两个学生要行去。一个以马忤的迄个村社，伫路中，耶稣拄着因，甲因做伙行路，因就咧讲起耶稣国外的代志。行到伫要到位天也暗啊，因就招耶稣讲，天都暗啊，你们来做伙住。耶稣甲因做伙住入去，就。食暗顿，耶稣擘饼祝谢，分互因，因才发现讲你就是耶稣。耶稣就伫因的面前准消失去，安尼。所以这是伫以马忤的路上，两个学生本来是真忧愁，因拄着耶稣国活，后来因就。信心勇敢起来。第四，耶稣10个门徒来显现。迄个时阵，多马无在场，伫约翰20章19-20起。
遐学生门关条条，因为惊犹太人。啊，耶稣就徛伫因中间，讲愿恁平安，就将手甲协下互因看。学生看就欢喜。耶稣佫讲愿恁平安。我找恁，亲像爸找我，就对因分开，讲恁受圣神。所以耶稣2摆甲因讲愿恁平安，后来佫甲因分开，讲恁受圣神。多马无伫遐，所以多马转来了后，遐学生甲因讲：阮有看见耶稣，佫有个耶稣来看阮。多马毋相信，伊讲：除非我亲目睭看到伊，并且用我的手指头摸伊的手的灵魂，甲伊的血下，无我绝对无相信。过来8日后，耶稣向11个学生，迄个时阵多马就在场向11个学生显现。佫有个主显现伫多马的面前，甲伊讲：你用手来摸我的手心，用你的手来摸我的血下，毋通犹豫，只有着信。总是这时，多马并无用手去摸耶稣的手甲血下。多马讲：我的主，我的上帝。伊随时承认耶稣就是伊的主，就是上帝。耶稣甲伊讲：你因为看见我才信，迄个无看见就信的有福气啦。耶稣对多马所讲的话，是遐个靠理性判断，亲像多马即款的人是毋信的人这是真大的启示。耶稣上天了后，多马伫主后52年去印度的西部传道，成做印度基督教的先锋，建立教会。最后伫主后72年左右，伫印度的东岸叫做千奈的所在，伫遐受一个印度教的教徒用枪甲插死来殉道。所以多马是将基督教传入亚洲上重要的使徒之一。印度到呾还佫有一个圣多马的纪念教会，来纪念伊。过来就是耶稣伫加利利海边，向7个学生显现，并且有备早餐。这伫约翰21章第1节起。这学生因规暝拍鱼掠无鱼啦，耶稣叫因讲：恁拍带船的正平。结果鱼真济，网煞游袂起来，都爱叫人来斗骹手。彼得认出，这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后来就叫因掠几尾鱼来，伫遐烘鱼，甲因食早餐。过来第7，加利利的山顶显现，伫马太28章，耶稣甲11个学生伫加利利的山相见，学生就拜伊，不过还得犹豫。耶稣滚活来，对因讲：天顶地下的权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予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教示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我着会记得我逐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路尾。这就是耶稣最后的吩咐，大使命，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互
奉爸囝圣神的名来洗礼，圣神会甲因同在。过来伫第八，耶稣向500外个兄弟显现，这是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5章讲起的。保罗讲，基督为着咱死埋葬，照圣经所记载，伊第3日搁活，伊有对彼得显现，搁对12个使徒显现，后来伊搁一摆对500外个兄弟同时显现，其中大半还伫地，若是有诶已经困去。而且讲到对12个使徒显现，这是表示12个使徒是一个使徒的团体啦，毋是咧讲确实有12个使徒啦。因为犹大已经吊死，迄个时阵多马无在场，是10个那定。过来，保罗有提起第9，有讲耶稣有向雅各显现。保罗讲，耶稣过活了后，有单独甲伊的小弟雅各显现。这是第一摆真重要亲情的守护，甲使命的托付。耶稣伫世间的时，雅各是伊的兄弟伊的小弟总是伊伫信仰信心的顶面，也无完全来信服耶稣。耶稣受钉死伫十字架，伊看到伊的兄长兄哥安尼伫十字架顶惨死，含落真大的悲伤。原来怀疑耶稣的雅各，伊拄着耶稣了，确认了耶稣的身份，伊的信仰变作坚定，对亲属变作忠实的门徒。后来雅各成做耶路撒冷教会的调酒，就是早期教会的领袖。雅各书就是耶稣的小弟雅各所写的。雅各伊做人真公义，所以众人拢称伊做公义的雅各。根据传说，伊伫信主了后，伊立志遵守律法，做那些尼人，无啉酒，无食肉，无剃头，毋捌用剃头刀剃过头，也无用油抹过身躯，也无用液槽来洗浴过。伊只有穿幼满衫。伊真爱家己一个人入去圣殿内底祈祷，因为常常跪咧祈祷，跪甲迄个骹头有皮真厚，所以雅各最后也是因为信仰来殉道。过来第10，耶稣最后伫橄榄山显现，后来就升天。耶稣最后一摆出现，互拢总的使徒看见，就是伫橄榄山显现了，伊就上天啦。耶稣带学生去到伯大尼对面，伫遐就是这橄榄山，伫遐举手甲因祝福。祝福的时，就离别因受指接上天，因就拜伊。就转去到耶路撒冷，大欢喜，常常伫殿内学了上帝。过来最后就是保罗拄着耶稣。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5章伫遐讲起耶稣受钉、死、埋葬，第3日搁活，互彼得看见，互12使徒看见，互500外个兄弟看见，后来显现互雅各看见。伊讲上尾也显现互我看见。
保罗伊真谦卑，讲我是亲像未到月来生的，因为我是使徒的姊妹岁，未堪得称作使徒，因为我捌捆住上帝的教会。所以保罗这么谦卑，因为伊讲伊捌捆住上帝的教会，所以伊本来是一个真热心的犹太教徒，所以真积极咧迫害基督徒。有一日要去掠基督徒，伫大马色的路上拄着耶稣，伊就大大的改变。所以后来伊就成做福音的使者。咱也详细看这个《使徒行传》第9章，底下有记载保罗拄着耶稣伊的大改变。伊一生来为主受苦，为主传福音。伊为着福音所传所受的苦，可能无人亲像伊遮尔会受苦啦。伊讲伊坐监真济摆受鞭拍、石头钉、船破伫海里漂流一暝一日，旅行中拄着侪危险，劳碌困苦，常常无困，枵饿，喙焦，无通食，无通住，无通穿，为主受各种的患难，佮逐日爱为着所有的教会来看路。这是哥林多后书11章。所以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保罗讲：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相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单拢变成新的。这就是保罗伊一生安尼为主受苦、拼命咧努力、忠心的思想。因为耶稣基督，佮我的耶稣基督，就是会当互人活命的改变，变做新的，一切变做新的。保罗一生的努力，就是传这个福音，互人会通得到这个福音，生命得到改变，得到盼望。伫腓立比第1章21节，保罗讲：因为论到我就是基督，死就是利益。所以主互保罗带来这款生命的勇气。即嘛第二方面，第二大方面，咱来想起耶稣的降生、受苦、受死、佮活，这个就是上帝的律理。上帝道成肉体，成做人来到世间，就是耶稣降世。这就是上帝疼人，人犯罪，上帝为了要救赎人。这上帝的律理，上帝创造宇宙万美，创造人，爱人来管理万美。因为始祖犯罪，离开上帝，总是上帝抑阁是主爱、信实的，伊有拯救人的计划。所以伫主前700多年前咱拄则有读的迄个启应就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第9章，以赛亚就有言：迄个捌受痛苦，无搁踮伫黑暗，行伫黑暗中的百姓要看见大光，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赏赐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作奇妙牧师，全能上帝，和平人君。所以先知有言，就是有一位弥赛亚要来拯救人。耶稣就是弥赛亚，
不过犹太人因无相信啦，所以因还搁咧等待弥赛亚。约翰第1章14节吼，伫遐有讲，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见伊的荣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到的荣光。所以上帝成做人，成做肉身，就是耶稣基督降世来救赎人、拯救人。伊上天了后，伊有应允，讲圣神要甲恁同在，继续做工。所以即马过来第3，咱就看讲圣神的做工。这是耶稣的应允。耶稣伫使徒行传第1章，伊要上天以前，有甲遐学生讲。恁都爱伫耶路撒冷，爱等待到圣神降临，所以后来因就伫等到五旬节的时阵，果然圣神降临。所以那即个真注重圣神降临的教会，咱有诶拢叫伊做五旬节教派，就是因为圣神降临是伫迄个五旬节迄日拄啊五旬节，安尼所以耶稣对10个门徒来显现吼，多嘛无伫咧迄摆啊吼，耶稣伫遐2摆甲因讲愿恁平安，后来佫甲因分开讲恁受圣神，安尼才学生得到圣神大开力，因就拼命为主做工，安尼。所以耶稣升天以前，这对学生的应允，果然因有体验到，所以圣神甲这学生甲神的人做伙咧做工，福音才有法度安尼传开，传到全世界，传到全世界。大先是对这个使徒开始，所以教会伫逐所在建立，使徒行传就是咧记载教会伫逐所在开始建立，所以这就是圣神做工所以有人叫做圣神使徒行传叫做圣神行传，因为这是圣神工作的历史记录，所以对安尼伫使徒行传2章41节底下有记载讲，彼得一日讲道3000个人来信主，这就是圣神的工作。圣神继续工作伫信的人的中间，伫教会的中间。加利太5章22节底下有记载圣神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欢喜、和平，头有这3项，中有忍耐、吞忍啦，忍耐、仁慈、善良，这中3个，后壁佫3个，忠信、忠实、温柔、节制，为着好记，有人就看到讲头这3个。仁爱、欢喜、和平，就是上帝所赏赐咱的。咱要有疼心，咱要欢喜，有和平的心。这上帝，咱有信上帝，上帝改变咱的，上帝赏赐咱的。中这3个忍耐、仁慈、善良，这就是讲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圣神帮助咱都要对人有吞忍、有仁慈、有善良的心。中这3个就是咱来对人，都要安尼的对待。最后3个忠实、温柔、节制，这就是咱要求咱本身的品格，咱的信心。咱的生活，咱就是要有忠实、爱温柔、爱节制，这就是上帝所赏赐、
所想说咱啊。咱咧讲圣神做工，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独一真的上帝，所以上帝有三位家，爸、囝、圣神是同时在做工，因为咱若看创世纪第1章第1节，上帝创造天，天地的时阵，伫遐讲圣神，圣神伫迄中间运作，所以无论上帝创造的时有圣神，嘛是咧做工。耶稣基督呢？耶稣捌讲，伊创世的时，伊就存在有一摆人甲伊讲，人咧犹太领袖咧甲耶稣咧讲，耶稣讲，阿伯拉罕还未出世，我就存在伫约翰第8章58节，所以伫创世的时，爸、囝、圣神就同在。耶稣伫世间的时工作，伊是咧遵探上帝的旨意，有上帝的帮助伫个中间，嘛有圣神甲伊同在。咱今仔日圣神还阁继续咧工作，照耶稣的应允，照上帝的旨意，圣神还阁继续咧工作。我即个讲道准备好了后，有伫 Line 有接到即个义工教会的即个新闻可能咱也会拢看见因为昨昏是台湾国庆节，昨昏是国庆节所以伫国庆节的下晡，即个国家人权博物馆伫义工教会有举行，即个名叫做原林义雄主体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义工教会具转型正义意涵张纸标示牌揭牌仪式所以就是伫义工教会迄个所在，迄是林义雄律师的厝，伫遐有阿嬷2个孙安尼来受害受死，伫遐才会成立义工教会所以台湾有要用即个转型正义都要将即个不义的义子不义的即个发生不义的所在才都要来甲伊做一个纪念的所在所以今年是林家主体案46周年来举行，这个是真有意义赖清德总统有致辞，伊强调台湾人的故事就是勇敢的故事真正的和平将来毋是靠威权硬头，是妥协来换来的。文化部长李婉致辞强调，这是第一个实施的个案，本来应该是叫做不义遗址啦，不义遗址啦，不义遗址本来是爱这个名称，但是因为不义遗址保存条例草案伫立法院一直拢无通过所以才用这个转型正义意涵张纸转型正义意涵长纸用这个办法来设立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叫来具转型正义意涵长纸标示牌揭牌仪式安尼
所以这个文化部长讲，这个办法嘛是真需要啦吼。啊，请咱继续为着义工教会祈祷，为着台湾的民主自由祈祷，为着社会正义，为着台湾的前途来祈祷。啊，国活节，耶稣的国活，就是咱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哦，所以咱今日唱这个第一首唱诗，唱耶稣真正国活。吼，啊，圣歌队这个组曲内底，哦，有那也是有唱这首吼，这首也包括内底。这个作者吼叫做Rila Davidica， 伊是1708年作曲的。所以教会当年咧唱，咧少年耶稣的国活，伊已经唱320年啊！若拄则咱讲对耶稣国活开始，初代人类的历史用耶稣做前后来分别，咱看世界的历史安尼，咱基督徒的历史嘛是安尼，咱的救主对死国活的耶稣基督，想使咱国活的活命，国活的主甲咱同在，互咱有坚定的信心，行人生的道路。求圣神帮助咱有气力，互咱会通善用伊所赏赐咱的恩赐，互咱会通做伊所下用的器具，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通荣光上帝。三角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你的大疼痛，你的热力，互阮会通对耶稣基督来得到拯救，得到重新的活命，得到永远的活命。阮的主会应允圣神继续做工，互阮今仔日会通伫你的面前来得到接纳，得到你的欢喜。伫阮日常的生活，你也甲阮同在，互阮有勇敢，互阮有智慧，有气力，会通来做你好的器具。伫教会会通照你互阮的恩赐来侍奉你，求你继续带领阮头前的路站，祝福你的圣会，你是头，阮拢是肢体，互阮会通结连伫你，来成做你所欢喜的教会。安尼恳求，靠耶稣的名，阿们。